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欢迎来到实习日志。我们今天要干嘛呢？我们今天请杜大哥来为我们介绍摄影的一些灯具。OK， 那杜大哥，我们可以开始介绍了吗？杜主任，这么多灯具啊，都长得奇形怪状的。对，啊，这些是有什么用途啊？这个哦，这就是我们现在棚内的顶灯啊，顶灯在用的一些灯具，应该说是灯管。但是这个灯管是我们现在有在用的，算是比较简单的，只有大概5、6样的那个灯具啊。但是如果说真正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啊，我们就是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现有的那个灯具来做介绍。像这种东西呢，像现在你看到的这些都是属于钨丝灯，这是钨丝灯。钨丝灯的话，它的那个热度会比较高，亮度会比较好。这个原则上像这么大颗的，它这个是2000瓦的，2000瓦的是用在一般我们的那个灯比较大的那种灯的。是太重吗？怎么那么慢呢？是你太重了吗？对，因为它的速度现在就调这样。哦。对，如果说你要速度快的话，你还可以再调。是不是太重了呢？对，你可以试试看，那边又更慢。我是用手这很快。请问现在你在干嘛？还是你要来双子星应征摄影师？所以说它这个速度是可以由你自己来控制。那其实你也是可以调快，只是你在踩下去的时候，你就是要踩轻还是踩重，由踩轻踩重来控制你。所以它踩轻越重就是越快。对，那等于我们是在加油门的意思。没有踩得很重的话就蛮快。对，看来是体重的问题哦。看来真的是体重问题。体重也有关系，体重你超过100以上的话，你就会不会行，那不会行。在创啊！来打新闻稿了。打文新闻稿啦。OK， 那这边就是我们双子星的主播台。对，那这边呢就是平常主播在工作的地方。那这个镜子呢，因为主播也要注意一下那个仪态嘛，所以他们平常在报新闻的时候就会，就长这样。对，就长这样。那其实我这个疑问是。因为读稿机在这里那摄影机又在哪里？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杜大哥来帮我们解释一下摄影机在哪里？欢迎杜大哥。好，你们好。问一下，就是像我们主播的读稿机那边嘛，那摄影机在哪里？我没有看到摄影机。一般呢，我们的读稿机的后面就是我们的那个摄影机现在看到那个就是后面那一台那个就是摄影机，就在这里啊。所以说摄影机藏在这个读稿机的后面，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我们主播他看的时候是看这个地方但是荧幕是在这里，所以说他这个镜片会反射这个荧幕的字幕然后那个主播就直接看这一边的字来报。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就很像是在看的摄影机，所以说你们看到的那个主播，他就是会感觉上他就是一直看着镜头，其实是他们也是一直常常是看着读稿机在播报的并不是说他们的记忆真的有那么好。